了11节的感动时刻，今天要带您了解的是客家新生代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认识客家呢？今天镜头要来到新竹县客家文化发展协会，为了要推广客语，在这里是积极推动客家童诗创作比赛。这种比赛呢，就是要让小朋友自己能够创作童诗，同时自己要朗诵，也能够在这边发现学习客语原来可以轻松的朗朗上口。手舞足蹈，小朋友念客家诗，活泼又有趣。新丰国小的客家童诗班在比赛场上战无不胜。除了学习有趣的客家童诗之外，小朋友还自己创作客家诗，把生活经验、客庄文化融入其中。让小朋友更容易记忆，老师沈瑞霞还教小朋友做动作。妈妈尽辛苦，来开始。妈妈尽辛苦。大声朗诵客家诗，除了可以了解客家风俗民情，记忆各种俚语谚语，最重要的是可以用轻松愉快的方式学习老祖宗的语言。至少他们的耳朵这个门是打开了。也许讲得不是那么的溜，但是他有时候家人阿公阿婆或阿台他在讲话的时候，他耳朵一定是张开的，然后随口可能就应了那么一声吼嘿，这样很简单的，那么老人家听到以后就很开心。对，小朋友念客家诗可以让客家话深植心中，也可以运用在生活当中，所以很多小朋友乐在其中。新竹县新丰乡长徐茂干积极推广客家童诗创作比赛，因为他认为唱山歌、歌谣受限于歌声，不是每个人都敢开口大声唱，但是客家童诗反而能够朗朗上口。因为童诗更能展现我们小朋友以及族群的一个语言的一个散播的一个能力我想推动客家童诗的比赛也可以扎根在我们的基层扎根在我们的基层的国小里面大家好，小朋友念起客家诗，连表情都很生动，一举一动都融入了感情，因为他们很喜欢用念诗的方式认识客家。它很有趣，然后说起来有点朗朗上口的感觉。客家新生代学习用客语表达童诗，不但表现出童趣，也让客语推广向下扎根。童言童语念童诗，手足舞蹈牢记心中，生活点滴慢慢融合。老师新传的用心，在朗朗声中累积感动时刻。